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伦敦初到暗时发生命案，拢总有3个人死亡。死者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一个跑马评论员的母囝。警方伫咧查查，是已经把这个26岁嫌犯抓起来。 节目内容以体育新闻为主的英国 BBC 帝国电台直播台，家家户户拢知影的赛马评论员约翰·杭特，伫伦敦西北部小镇布许的徛家，初到暗时传出互歹人提12枪走入去犯案。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女主人甲2位查囝受重伤，血插插地当场死亡。 Sadly, despite their best efforts, the women, who are believed to be related, died a short time later at the scene. The victims are aged 25, 28 and 61. 警方甲25岁死者路易斯的前男朋友26岁克里夫特锁定做嫌犯。当晚，武装警察进行大规模的敲捕，结果初早下晡就伫克里夫特伊伫恩菲尔特镇徛家附近的墓园发现伊的行踪。警方甲伊送去病院治疗，不过无进一步说明嫌犯是安怎受伤，敢若讲警员无开任何一枪。Well, that's really the terrible thing, and you know.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in Bushey. We've never can't remember a murder in our rather quiet neck of the woods. 伫英国有12枪，并无需要申请许可，不过无正当的理由伫公开场所炸是违法的行为。内政部发言人会按照上新的审查结果来决定，敢要进一步管控12枪。这桩3死命案，互英国新闻圈拢惊一跳。帝国电台伫互员工的通知内底。 形容这桩意外，互人非常的冲击，表示会尽力来提供协助。同级的天空体育台伫社区媒体 X 大文表示，对这桩悲剧感觉非常的悲痛，并且向杭特甲伊的亲戚朋友致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